我拍那边了。这个小龙5根好，酸叶的5根好。哎对。要不要吃我也吃啊？不用。没了好多，我也没弄回。我说你看跟着留。好，没得事。背包吧，背包包还要热一点点。对，这个差不多了，跳旋子的。对呀，手掉链子。冲一晃噻。掉链子。冲一晃。啊，他调这个调最好的。啊，他是那个专门还有8堂5嘛，调错了吗？是吗？没有啊。调错了吗？把电调了好，我们在说你啊。调旋子。旋子时间比较长。怎么了？那有人打电话。你接嘛？你接拿进来住。你拿进来。他我就进来。没的。你在哪儿吗？他送花的吗？送花的吗？送。啊？有了。中信银行。这里雕塑。在对面，你对面有个集合中心。你搜一下嘛，集会中心你搜一下吧。这跳舞的很多。在跳舞的人很多的那边。继续，赶紧继续。走吧，快去走。不要去，等一下，要跑，不要去。
电了吗？少吃电了。这是谁？他那个帽子没认出来，没认出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台湾这个不上下一个。啊，我要装电池了，没电了。不要个纸，太热死了。马上关机了。哦，真的是，电池充电宝我搞拉了，所以用这个，所以用这个将就了。啊！哇，幸好救急。去吧，去吧，电了啊啊！可以跟他走嘛？他要出去，他要外面去。没有认出来，没认出来。他就在我面前，没认出来。不于是谁呀？头发好长，然后用起头发看。开出车。没换耶，你们叫嘛公平的，不是的，这老子这边装的，我要，他把酒都酒过，我这边装的，没错。来这个来的。看了这电池充电宝没拿，两个都没带。这个直播应该等会儿10点半就没电了。咱踢走了，踢这个。咱马上结束了。我看这边。干嘛？
大西，大西，大西，这个用刷了。他不走了，他不走了，他要抱。哎，我都没拿呢。他现在不走，他要叫你看吧，你给我吧，他要叫，他要叫。他要抱，来吧，抱吧。嘿，哎，这个不能打屁股，他不然他不喜欢你。位置大一点。扎西扎西。